中南部是已經落幾落天的大雨啊，苗栗大湖苗61線往鄉林，今仔日早起這山壁是崩落來，加載無人受傷。原來是咧要舉辦爬龍船比賽，彰化鹿港福樂溪水路攏是糞掃，閣有2隻龍船海起，工作人員是當咧無用修理。另外，屏東高樹的廣興川是因為水透袂離，規條路攏是土水。山坪土石崩塌，甲路攏陷去，電話條嘛倒去，當機具趕緊清運，不過頂懸的土石也有可能閣落來。為空翕鏡頭看起來，真濟土山石頭，哪親像土石流為頂懸出落來，山壁塌一大坑。連續落大雨影響山區土石鬆軟，苗栗大湖鄉苗61線鄉林段往泰安的方向，12透早規大片土石崩塌，相關的單位舉報，趕緊來搶通，好甲再無講到人甲車。現在公所這邊已委請廠商全面進行搶通修中，請用路人呢避免行駛該路段。公所是講，崩塌是順向坡，若雨過來可能會擱崩，提醒民眾愛注意山區的路況。若是佇要舉行的5日節龍船賽的彰化鹿港場地如蒼蒼，2隻龍船佇福樂溪內，差不多雨糞掃大水柴甲樹尾陷去，其中1隻擱變去，工作人員趕緊入去場地清理。因為這幾天雨水沖刷，造成龍船翻覆。哦，對，就是說垃圾很多嘛。對，垃圾很多，擠壓，然後工作人員真的是很辛苦。南部屏東持續有一陣啊一陣的大水雨，高樹鄉的廣興川因為鄉雨傷大，排水系統未符消透，路面攏變黃色的土霉水。超亮的，我們這裡屬於山坡地的地形，水流速度快。好啊，在大雨來得緊，去嘛緊，雨完好了後，水慢慢消透。另外，在台南中西區的豐神廟，在伊暗時蜜蜂開45度舉辦平安宴，無想到去拄到大雨規工度，真正變做流水式。也有百年的青仔樹，好親像因為連續落大雨，土鬆軟，閣未堪呢雨水沖蝕刷倒去。好啊，在當時無人經過，無造成人員傷亡。記者綜合報道。